果你刚好有一个大的一个案子，可是有很多竞争者的时候，我建议你一个方式哦，准备一个容器，你就记得装你自己的。只有的一道三条街，街一片。客家人遍布全世界，哦，对对，连印度都有一个客家村。我听说的，印度，我朋友去印度，然后去拜访客家村，那里就会说印度话跟客家话。那些客家人会跳印度舞。双礼拜嘅節目唔知大家還記得冇？一禮拜嘅內容繼續延續雙禮拜，有更多厲害嘅開運方法，我介紹俾大家哦。一下精彩嘅鬧熱大擂台馬上開始。钞票，你嘅笑容將好天氣，帶伴你好心情。你嘅笑容將長長嘅風景，健康健歡喜。你嘅笑容將好天氣，帶伴你好心情。你嘅笑容像長長嘅風景，健康健歡喜。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哦。林批贤，其实他今天这样很亮呢，他本来就很亮啊。我跟你登记公发，来，可是不是啊，那个，哎，你竟然知道我们的哦 no 嘞，我连在心里赞美他都不行，还说哦，给不会不吵，马上给我走。对啊，刚刚那个给挑国外唱的还蛮有气质的，还不错。哎，今天又穿这样子的感觉，真的。衣服应该没。哇呀！后来给我有没有问题会get啦？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啊，我就是去年就是接了蛮多的戏，然后也有舞台剧，然后刚好呢，就是有一天我在拍戏的时候呢，我就收到通知说，哎，有一天就是杀青，大家一定都要到，那一天最后一天很重要，对，然后我收到这讯息之后，我就赶快跟剧团请假，因为那时候刚好在拍舞台剧，我就说这一天呢一定不行，就是除夕，你一定要拍所以没办法，杀青戏，对，都讲好，我以为 OK 了。就后来呢，大概我要去拍的前2天吧，刚好导演就说：“哎呀，那个雄银哦，就明天啊，那个就是长官要来看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说：“哎，港英爱莫丑呀，我不在呀。”然后他就说：“你怎么会不在？你最重要哎。”这样的，我就说：“可是我有请假。”然后后来就问，就发现说。那个帮忙请假的那个人没有登记到，哎呦，完蛋，完蛋！然后我就说，可是不行，杀青不可能全部的人为了我那天，对我就说不行，真的不行。然后我就说，那不然可不可以请人带走我的位置？就是我的位置，他可以拿着剧本，然后走给长官看，就说这个人的角色什么的。然后后来剧团就也答应我的，就是提出了这个请求，他们就找了那个人。然后因为我角色很重，然后我又要跳又要叫，然后又要什么的，然后他在帮我走位的时候，他就。喉咙一直咳嗽，然后流很多汗，然后我就想说哦，很拍谁，然后我就赶快拿水跟卫生纸给他，就事后我就听到他跟大家说，就是他觉得我这样让他很难堪，他怕别人会觉得他耍大牌，因为他在排练的时候我递水跟递卫生纸给他，想太多吧，那是那个人的，对啊，然后后来他还在脸书打了我那个角色的名字，然后写。哦，就是他很消极，然后跟你拜拜这样，对，消极掰这样子。对啊，然后还有更衰的是，就是我刚好就是有一档戏是女一，是，
然后就是女主角对，然后是导演自己找我，然后是8点档，长这样你看都有女一的角色，是不是？对你们来讲很。我是不是真的很衰吗？没有，你要听我讲完啊。还蛮公司，还蛮公司。然后呢，对，然后就开拍前3天我被换掉。哇！哎，是导演自己找我，然后制作人什么都好，然后定妆都定好。导演是喝醉酒，然后我们也都读过本哦，就后来没有，是电视台把我换掉。哈？因为他说他发现就他们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女演员刚入围，然后想趁着那个金光要把她推，然后我就前3天被换掉，爽3天。对，前3天就爽3天，爽了3天，嘿嘿嘿，没黑啦。很跑水啊！这个是不是小人很多啊？嘿啊，Coco 米老师是这样子吗？是哦。其实我觉得那个佩轩的命盘，它有很明显的水元素跟巨蟹的特质。那你的在工作事业上命盘显示非常的有进取心，你应该是那种非常会积极跟主动争取的类型的人。对，就像我3哥唱不好，我也要来唱的那种。而且你的表现积极进取的方式，会在人际互动上和言语上会很积极的讲话、说话、诉说自己的方式来表达。那可是这个状况，因为你的命盘有一些比较强硬的相位，那所以你在事业上就要特别面对人际上沟通和想法上的冲突。可是你有个状况就是你自己本身不会意识到，但是会让别人有这种感觉。所以你要特别注意说，可能会有这样人际关系和谐的问题出现。那你去年他人际关系真的跟大家都相处得非常好啊，每一次就是可能没有，就是会发生。你们怎么没声音啊？就是够朋友呢，这群人就是像那个我刚刚讲的故事一样，对，他讲的就是我为别人好，可是别人不一定这样觉得。用可能是我觉得好的方式，可是别人不觉得。对，做个闹瓜，各有各的观点。而且是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啊，我帮他递水、递卫生纸，就事后发现他在背后说我害他，让人家觉得他耍大牌。可是我真的是感谢他。对啊。然后另外就是你命盘上还有一个状况，就是你可能去年的状况有情绪因为有海王星影响，那可能会感到有一些迷惘或不明确的感受出现。可能你在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受，说我是不是有一种找不到方向或确定感的那种感受。对。那在今年的话，我会建议，就强烈建议你学习和进修新的东西，会对你，这是对你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运的方式，因为它会对你的事业会非常有帮助。那另外就是因为你的本命盘本来就有我刚刚说的那个沟通上的讯息，那我觉得你这部分可以去找一些可能是书籍、人际沟通或讯息的东西来做学习，那避免这样的误会或摩擦发生。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注意，就是因为资源引起的主观上的争执，还有因为讯息交流资讯的那个机会性可以多把握，就是有一些工作的或者是类似这样的资讯的讯息可以多注意。那建议就是可以建议给你的开运，或者是如果电视机前面有明显射手特质的人，因为你今年刚好就明显跟射手有关，那可以出国，但因为疫情不行，那可以准备就是有异国风格的物品。异国风格的物品，蓝屿好像不是异国，异国风格，异国风格的物品可以带在身上，或者是国外的纸钞也是可以，对，考虑看看。对，那对你的事业上的进展或许会有帮助，这样子。OK。老师，那有针对那个，例如说我们大家所有观众朋友可以开事业运的这种小东西吗？小事业有，我们根据星座和行星当然有不同的象征，比如说像刚刚有提到有一些人是狮子座的话，我们会建议配金饰，因为在占星学里面黄金是狮子座的象征的金属，所以小小的金饰就可以了。要纯金的，不要用假的。对，要纯金。如果你是狮子座特征的，那如果是巨蟹座，像我刚刚有说到月长石，跟月亮有关的东西都非常的适合，还是照星座去分配他的那个对，如果你有非常的幸运石，对，那巨蟹座也特别跟比如说居家的，或者是食物，如果你是一个爱吃的巨蟹座，就很适合就是配一些好的食物，它会增加你一些好的机会。吃的东西没黑哦，没做对喽，各位观众朋友，好，谢谢各位老师。来，希望啊，老师讲的要注意一下，有注意听哈，知道哈，要进修了哈。对，买书，对啊，小人远离，对，你，好不好？接下来给你介绍。我讲啊，冇晓讲。你用哪个西文讲？用西文讲讲咩？林冠群啊，带来荷塘的高桥，讲到荷塘，怎么讲啊？马街荷田。
带落的好听的歌曲。好，来弹看啦，填看啦。当君甲因开倒台，开情通上从何事？一记当君总愿开倒台，开情日台风雨事。万岁出当君，天云不可吞。掠个行人总错分，千公不变客家分。摇出当棍，早死不可吞。掠个行人总错分，抬头相存，望故流风。万岁出当棍，天云不可吞。掠个行人总错分，千公不变客家分。摇出当棍，早死不可吞。掠个行人总错分，抬头相存，望故流风。谢谢。用你欣赏这条歌应该是唱歌了哈，有唱歌哈，有，诶，非常经典的那客家的歌曲传唱的歌曲，所以佢唱了甜葱，甜葱哦，哎呦，是唐国老师，恰欣赏自己 Q 自己，老师，哎，有没有歌词？歌词再来一下。做擔棍，扎實唔會斷，也嘅行人盡做門，推相傳，穩固了風。老師對這首歌不熟了，魔王輸了哈，下一次練一練。老師下次來當魔王好了。對，老師來唱歌，請那個專家老師來唱歌一定很好玩。哎呦，好嘛，我們來個跨界啊，對，歡迎欣賞。哎呀，好，來到領冠軍，大拜唱歌我都會感動哎。然後他結尾以後，謝謝。有破功，就像我們培訓一樣一定要謝謝啊！是，哎，你去年我看你拍了好幾支廣告，應該還不錯啊，對不對？去年前年拍了好幾支。感覺常看到他轉哪一台都看到他。電器濃湯什麼一台堆，還報稅。對啊，你有什麼？你會衰嗎？對啊，我小時候開始衰啊。用功，用板功。出生在你那個家庭，你就衰到現在。用衰年啊，用衰年。用板型的，小时候常常卡到音。哎呦，哎呦，你是都穿丁字裤？没有。为什么都会卡到音？有该魔鬼了，我们会卡到该音了。哦，所以你有灵异体质，知道没有？小时候，这个时间。现在就是有在有一个沟通的方式。哎，对，可以跟魔鬼他们沟通，就比较没有这个魔鬼。对，哎呀，真的哦。哦，你可以跟那种临界的人有你的方式跟。前年的时候吧，就是有一天坐下，有朋友就是修行者嘛，他就是俺就去给他抽电，俺就哦不用怂，俺就数就会通，去给他听通，被听通，哎，俺感觉清奇怪呢，很神奇啊，我恍然大悟，为什么自己会灵动？哎呦，对，哎，那为什么是？很勇哎，是你是被抬起来是不是？就中风，中风也不会抬的那么，就是轻顺，轻顺畅，身体也会跟着动，按用力。这样子，那你自己知道吗？你是吃的迷幻药吧，还是什么？还有意识呢？他有意识，有意识啊，没有，奇怪，今后告啊，
然后呢，接下来有发生什么事情没？就卡到音就为这个会解决了，这个会解决，就跟他沟通说你不要来上我身。哎呀，也不是，对，就是跟着我按用意，就没天天爱哦。要解决掉的问题。他去年如果你要跟我的话，你就帮我。对。如果你不帮我的话，那他可能帮你了，你运势起来了，对不对？也。嘛个贵哦，无啦贵，唔会天数爱啊。哦，唔会哦，你拄个有问题，这样就请就错了。哎呀，有鬼月个时间，去年鬼月个时间了，前戏啊，他们都慢慢出来嘛，然后就来啲衰魔个时间了。就去年鬼月应该鬼比较少出来啊，因为他防疫是不是？他出来又要隔离14天，回去又要隔离14天，刚好剩1天了。刚好剩1天，剩2天，他很辛苦，他不想出来啊。好了，突然忘了你要讲什么，就被他鬼压床了嘛。不过还有意识该，还闭着眼，然后我们就用该天眼该部分就看到一只细毛的，该头呐，顶下个裂片。在干嘛？这样是在摸他头的意思。摸，其实去挺同按用线啊，我就拨开机啊。嘿哦，拨开，他就走开，就是你就看到机这样按用，呜该。没有那么饥渴，还是你在做梦？其实是你女朋友，没啦。不过有带一只该开运小物。你还有开运小物哦。你的开运小物是你哪一片？第几片啊？哎呦，呀嘿，鬼蛙恰吉。那个是王世坚啊。Over my dead body。南北菜从一起串联。我们世坚兄来到。来，佳有看到俩一张。是。那个破片的时间过待的。为什么你会喜欢这种？就唔惊贵啊。就有带了，就买了这个，就去南买啊，绝版有冇？美国绝版。不过我用班讲嘅开运小物呢，因为有青岛人嘛，就请佢翕相。就老爱熟悉。你的特色，是你的特色。搞不好你说那一天晚上在你这里的是他。就是恰吉啊。我是长头发呢，黑头发。不是长头发。他不长头发。黑头发呢。哎呦。晚上不会跟你聊天吧？不会，不会啦，不会啦。报告。我那天也是，我一个侄子跟我讲，他去那个新生高那个篮球场打篮球，然后打完，然后中间休息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就突然听到嘿嘿嘿嘿嘿，他就翻过去看一下，没有人啊，对啊，然后又坐着又看他们打球，又听到嘿嘿嘿嘿嘿，又看一下，新生高洽，很常发生这种事情，对，然后就突然那个一个声音说。你看得到我啊！哇，很好玩呢，很好玩哦，很好玩。我听起来很鸡皮疙瘩，很恐怖哎。就鸡皮疙瘩起来。住饭店该没穷用啊，住饭店会退房，有冇哈？然后就赖床啊，又有嗓音过来就拜拜，还会让人拜拜哦。女生。怎么都遇到你的哦？今后搞真紧，真的哦。心伤啊！谢老师，他问题啊？是什么体质？怎么你有没有用啊？对啊。一定是灵异体质啊，因为你还讲当然是爱啊。因为台湾有灵异节目以来，我就是灵异节目的老师。对，鼻祖啊，真的是。其实讲真嘅咧，因為有啲人嘅體質問題，有啲人他細嘅時節3歲以前最容易看到，所以你看3歲細人有啲他細，有時叫比模型咧猥瑣，一講老人在教，你看旁邊的模型，佢叫佢講老人出來講話咁咯，他太啲他6歲以後是還少啲的，6歲左右那個已經開始會講話。那個是比較可怕，有自己意識的。對，因為我奶媽有，因為我奶媽遺傳我體質，其實爺媽有一擺然後我媽媽行去上班嗰時因為當權啦，而家行過嗰時講，我奶唔敢行，我媽講，奇怪樣唔敢行咯，佢講行啊，咗喺頭前有一隻阿公，因為
就是年紀較大嘛，講同學啊，肯定啊。他唔敢行，是按些也唔會講謊話，還沒有學會講話，那麼小的時候，媽媽聽到，哎呦，嚇一跳，走旁邊一點好了，所以有時候就是說，有些體質是比較小的時候，可是一般超過12歲，12歲以上的時間差不多3/4的以上的人，幾乎大概都沒有了，就被蓋起來，慢慢長，就是看不到了。到現在還可以看得到的話，你要體質，而且還接觸得到。對，但是表示這個是先天的體質，而且它會比較，就是很多都是大概到老都是這個樣子。那這個是他可以往這方面走，還是他要讓他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他修改掉？你要看佢設計嘅機人，因為有些藝有啲藝人就要年來帶不管哪有一年是按不所以我寫新民來搞啊。對。有一年是按鈕真的佢搞唔乜嘅，搞唔用嘅吞吞吐吐。係啊，搞你帶一個叉子。有一年是講讀到一隻老師，然後懂奇怪，佢懂願意，然後佢學嘅東西都搞不贏。所以有一些按你讓有個機人，有一年唔咩，有一年有些很多是有興趣啊，懂上學，那會去請，都請冇都繼續學嘅老師。有一時就同學還會幫你編。對。所以大家有一時講，藝有興趣藝講不一定要追逐啦。對。有一時間就是那個機緣到了自然就有那個。對。而且要找對老師。對，要找對老師。至於然後你幸運物，我覺得幸運物是這樣子的幸運物是太嘎你喜歡，而且覺得對你有那個，而且它有特色，它反而能夠吸引人家。我覺得這個對你是好的。一般的觀眾朋友，如果希望運勢要好的話，來講最簡單呢，你如果是在這個夏天，一直到中秋節之前生的人，夏天到中秋節之前生的人，你找藍晶，它不是真的水晶它是它一種，但它。我以為是藍晶，沒有，其實到水晶店你問一下，它還是有，它就比較少一點。但你用藍晶，它真的就會對你對運勢上非常有幫助。其他的那至於中秋節過後，一直到隔年的夏天之前，你找紫色水晶，紫水晶就很好找。但是基本上紫色水晶還是有分等級，就是你選好一點點的。對我可能事業工作，包括選機會，有時候是這樣講，2個機會給你挑，你在選的時候比較容易選到好的機會。也有些高安講，3個工作給你挑，你就好不容易，那這個我沒有辦法，那一天我沒有辦法，那個我就要接這個，我覺得這個最好。然後有時候運氣真的不好，就是你接的那個。就像剛才講的，時間到了給你退掉。哇，那就失掉2個，3個通通沒有。你也運下他後來時間你就是怎麼樣挑，你就會剛好那個時候挑到那個就是最好的，而且甚至對你後來以後都有延續下去。可以試試看。好，是，觀眾朋友們也可以試試看，大家都可以試。跟一天的時間都中秋節可以用藍晶，存他來其他就會紫水晶。對。這種還要穿青頭錢呢，因為我真的要戴黃金賺藍晶。所以這一集真的是正點的長知識。回去，我覺得你把它框起來好。對啊，我自己有那個玻璃架，裡面有7隻。7隻共用的嗎？不一樣，還有安娜貝爾啊。真的假的？真的。好 OK。你真的好怪哦。哎呀，我就好貴啊，貴啲嗌個好朋友。好朋友哈。好。哎呀，對。不會，我覺得有一個橋梁沒清好。對。哎呦。對，我們對那個不能不敬。對萬物要尊敬。對，冇錯。好，那沙哈的本介紹下。有消息。帶來好聽嘅歌曲，有小提琴上蛤蟆老師。老師，我再請問你一下，像我們平常很少給他看，就我們戴這個古玉戴了很多年，這有沒有效？對，也可以。如果是最好是有家族傳承的，你買多久了？我10幾20年前買回來傳承。那你 OK 可以，你最好是你自己本身，還要硬凹嘞。
最近很喜欢穿那种就是很宽很长的那种裤子，然后就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用一个腰封，然后把那个裤子就是定住这样，然后就走在路上，那个腰封就啪就断掉，然后我的整件裤子掉下来。这种经验我有过啊，蹲下来就断掉。那就顺心意，虽然世界讲放弃，让世界只剩美美。人生去放弃，步步爱算生意，如何看嘅风顺天后，千军万马都失去。不需要放弃，几十年后总有故事，沿途不是有打击，跌倒一次甲别空气。让等候不需要放弃，几十年后总有故事，需要小小离离，心爱来来去去。中秋物街，歡歡喜喜。讓等候不需要放棄，幾十年後總有故事。沿途不是有打擊，跌倒一次甲別空氣。讓等候不需要放棄。幾十年後總有故事，需要小小離離，心愛來來去去，中秋物街，歡歡喜喜。谢谢，什么？哎，罗哥好，希娜姐姐好。哎，对，跟两位老师给收给一下哈。对对对，这位老师不要看他长成这种，对对，其貌不扬啊，哎，家住龙潭开笔筒，对对对，龙潭该在龙潭，对对对，两位老师好。他在客家的这个歌曲的贡献真的是非常多，而且创造出好多首的经典的传唱的歌曲。对对对，第二里节目底部在他手上呢，这个创造出很多的歌王歌后。嘿，谢谢，对对对，我们客家的大前辈。是，哎，对啊，所以你照来讲，应该你运势应该一直都懂后吧？你会栖息地有问题哦。对，没在今年正年冇蛮好。哎，这个我疫情的关系吗？根本蛮好，那你没哎，他收集很多那个呢，那个厚东西呀，一些普洱茶是那个那个都很值钱呢，这年份都很久，一些老茶那个都很恐怖，那个是他摆着他如果拿出来一卖是都几千万上亿的，减3-5个零啊，减3-5个零，你不是收藏很多吗？还有高粱酒，那个老高粱，有人秘密不要跟罗哥讲。对，没有这个这是兴趣啦，兴趣啊，对，因为以前的NL做生意的时间哈，就讲妈妈都讲哈，耳膜偏财运啦。哦，你头那尖尖嘛哈，记得莫去赌狗，莫去签6合彩，哈，莫去搞股票，一天快。哎呦，所以他今年我就今年想，搞做 NL 你个做赢我冇马钱我穿呢。
哦呀，呀哈，真是呀哈吼，呀又很难，条件又好。如果没伫咧施工业20年代，你培养当多咧高数咧缝诶，吼，就冇去插原理对吧？哎呦，甘油，甘油按颜色，这一般做按原演的，没讲机会啦，机啊，各自有各自的发展，嘿啦嘿啦。啊，所以讲咧，既然呢，我就很认真就学教学啦。就是教学了，对，做一些投资嘛，是，就那投资了普洱茶，台湾的老茶，对，然后这个紫砂壶，对，大部分就投资了。之前在中立桃园一带，他还开民歌西餐厅，对，莫开莫按戏，开就放枪，真的啊，真的呢，真，也没生涯正财啊，不能按认识个小孔江老师，佢嗰时还蛮出道，等佢出道，我想有唱几戏嘅时间。小康紧张吗？小康紧张，地拜宿舍的时间，结果哈忙摇唱几多啊？点就忘掉了。哦，所以又是小康的问题。没有，还没有找到他店就倒了。后的，要不然他去的话倒更多。从摇唱几去到几去个时间啦哈，就忙看到点样帮3间啦。哎呦，真的一间店你要整理起来。味道也理想。魔法几百万的所以最重要就讲，语言正经的，我唱歌老师语言正经的吼，魔法都做调教。魔法咩？调教咩？就我做做幕僚。做幕僚，就我容易下歌啊，做转型吧。得到金曲奖的大概有10座了。有10座了。是。但我自己哈能入围，就是永远不会得奖。奇怪。没有，这个，然后，但是我有问过，有一些就没有领导力。我有问过个神明哈，比如讲哈，这艺人不能得很多啦。比如讲哈，你看国外做得下技术东风，可以流传几十年嘛哈。对。但是如果你得了金曲奖，人家国就唔会疯了。佢嗰時有人來講，我都見上如果是安永年的發，那佢做夢龍來講，我說那就叫2008年嘅時間，我就說，跟你就不敢下技術，他縫喺嗰然後後邊都就是我預計要寫，就是我福卡有福施給觀世音菩薩，我媽媽可以是福施到什麼犧牲眼啦。你就求觀世音菩薩說，對，基本上來講，所以那時候我有跟他講一個選擇，就講我下幾首他縫誒，然後我預計要寫100首，對，100首客家歌曲，但是這100首裡面，大概其中有10首是傳唱度非常高，哎呦，就算清歌了，到目前還沒寫完呢。還有其他就是更多，然後就下就客語的部分差不多寫了到85首左右啦，85首。那國語的閩南語加起來50首，對，所以其實寫歌也是要看命。你看那個彈頭有沒有？是他就這16年來蛋堡，蛋堡，蛋頭，因為我只想到頭，你就想到頭，對。像蛋堡有沒有？他這16年來就幫周杰倫寫了5首歌，這5首歌養了他16年。哎，真的呢，你想想看，看你幫誰寫？對，如果幫我寫，他可能20。按過人那啲2年啦，哈，你看到講，因為點嘛，就從2年前嘅疫情還唔好嘅時間，哈，有想講，看到個股票當然起啊，搞呀，你就去搞它嘛，那當年啲副卡嘛，就是班級又停課了，就唐棟眼光跟航海王不錯，我就想嚟做水手哈，一落去哈，真嘅當了航海王，當了鋼鐵王，當了蜘蛛人之後，現在哈，我覺得還是鬧熱打擂台還是最實在的。真嘅呢，天財運正緊猛啊，真的沒有，然後很奇怪哦，我還打電話問給股票的老師來跟我說。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3張嘢哈，搭着這個一個股票啊，我看了1天、2天、3天漲了哈，老師可不可以買？我跟你講，可以買，我真的可以買嗎？可以買。然後我買下去後3天內就破底。從小你媽就教你說不要偏財運，不要偏財運。來都講哈，航海王1檔、2檔、3檔黑暗陽以後，然後我打電話弄給老師講啊講，我媽媽說我沒有偏財，不要相信那些啦，你懂哈？那換什麼？換鋼鐵王。那個已經漲了1-2個月哈，你講早點買。我說哪幾隻？3隻給我選。我考慮了3天，好，隔天早上一開盤我就漲停板買進，開盤跌停板。
俺没讲假呀，是真的哦。是真的，这3个月我试了10档哦。老师，我今天来这上节目哈，这个薪水没领也要问清楚哦。你要试个1、2次、2、3次，你就差不多了。百发百中，这也是一种百发百中。连续10次，航海王、钢铁王、蜘蛛人，连续10档。这个Coco 米老师，给老师的命盘是有问题。不是，我打电话给那个老师，那老师怎么讲？他说。我也没有收你钱嘛，你就不要再打了。是，我这老师可能故意的。没那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Coco 米老师，没有，你再继续买啊，你再买啊，你再买没关系。睁眼还读到哎呀，我这一辈子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你命盘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你命盘在事业跟金钱上有明显的摩羯座特质。那你在事业上会是个把理想跟信念去具体化，而且去化为具体步骤去实践。所以你会有一种计划性，想要一步一步把这个东西完成。对，你一定会有列很多一种长时间的清单。对，那你的命盘有一个很有趣的价值观，就是你在金钱观上其实很务实，而且你认为金钱是价值与安全感的来源。然后第二重点是你的花钱实际重视现实感，而且你心里有一个规则是说，你会认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很典型的摩羯座的想法。对，因为摩羯座守护星是土星，在我们西洋占星它是时间之神，所以你的命盘有明显这样的特质，就代表是说你适合从长时间的方向去获得金钱，或者是具体务实。因为摩羯座是吃的，我刚刚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它不像射手座或狮子座具有那种赌徒，或者是可以去赌好运。比如说射手座在我们占星学就比较有好运的这样的特征，可是摩羯座没有，所以他必须要靠一步一步方式去得到。对，你的命盘有很明显的在金钱和事业有很明显的摩羯特质。那你在2022年，就是你今年的最重要的运势要花时间投资在你自己身上。而且是跟你自己原本计划有关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会建议你去接触跟你自身这个兴趣或你的，我刚刚强调你，因为你是会把你的信念跟理念具体化成你事业的一个类型的人，所以你要去接触这类型社群团体的成员，或者是接触这新社群的其他成员伙伴，这会是开启你事业。你不要想成是赚钱，你要想的是事业发展，这样子对你来说会比较好。因为你如果把重点放在赚钱，那你很容易会被钱倒着走。可是你的专长是擅长在把事业一步一步像砖头堆起来，所以你要把重点放在这个地方。那我会个人建议，就是包含你，因为你今年有明显的摩羯的特征，那电视机观众的伙伴如果有摩羯的特征或土星的特征，那我会建议你开运小物，就比如说时钟、手表。那或者是有跟时间有关的物品都很适合你。那或者是更好的话，就是你如果有家族传承的古董，不一定要很古老的古董，就可能是比如说那种老钟啊，或老的家具，或者有时间感的东西，都很适合，就是有你放在你家中，或是如果它可以放在你身上，对，它就是老茶，它有收集很多老茶、老普洱啊这些东西啊，也可以。这其实是很符合你命盘的特征，因为你很重视有时间、有价值感，对你来说时间长得老，所以就是很适合收集一些。我发现之后，我最近有越来越年轻的迹象，真的，因为跟佩萱配对了，是不是？对，跟佩萱配对。老师，我再请问你一下，好像我们平常很少给他看，就我们戴这个古玉戴了很多年，这有没有像？对，也可以。如果是最好是有家族传承的这是你自己你买多久了？我10几20年前买回来传承。那也 OK， 可以。你最好是你自己还要硬凹嘞，最好是家族传承。这个20年的呢，你年轻时候就买的，对，那也可以。那我会建议你可以找家族，比如说你母亲留给你的东西，或你父亲留给你的东西，全部搬来露台用枪的，放枪啊，或者要存200K那个。如果比较具体的行动的开运的话，就是你可以去逛逛有历史感的事物，比如说古迹，或者是有历史感的东西都可以，可能是活动，可能是它是传承很久的文化，都可以。老师讲得很准，对，你比较适合走文化路线，对，文化的，就是这个脸比较老派的，对，有历史轨迹的，有文化的，欣赏很多厚下狗的啦，地球下后堂的狗。老师，你看他也这个活到老也学到了，他也不忘去，他就还去中央大学去读书。中原还是中央大学去研吧，还是去读研究所？对，硕士都一直
毕不了业。真的假的？因为最近就是那个疫情严重，就是收入不是很稳定，学费又太高。那你那教授没有巴结啊？对，送茶分给啊，喂，没啦，凭实力。哎，好了，真的，这样子听一听就比较有料开心，有解惑。对，那心情好很多。就刚好就是你的专长啊，你刚好收集就这样的东西，刚好走在这条路上，真的，对，是，就朝这个方向走，是，一定会走出你的一片天，是吗？接下来来给你欢迎一下，王乔伊、王乔伊，带来后堂的歌曲，来，躺好啦。上空北港嘅腳下，流到崖嘅太橋阿婆嘅腳下，太橋阿婆嘅當時悄悄啊漸漸，天公就愛加到山腳下做信用，結局才欠欠，行過好把順，好把水清清。找到風風嘅腳尾，游啊游。幾條河巴，跌到落山，很流啊流，流過從空北港嘅腳下。結局才天天嘅，行過河把上，河把水涼涼，找到炎炎嘅相思游啊游。会真的冲狗正给，哎呦，你要让全场屏气凝神。没有啊，米莎老师写得好。你可以很多变哎哦。怎么说？安永共？你可以自弹自唱啊，你也可以可爱型的。冲两种闽也我们州的他自己的创作带点电音的也可以，都诠释的很棒。因为最近上个月跟米莎老师一起就是去一个讲座的工作，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跟米莎老师结合啊，跟米莎老师连结对，然后做语坛人就对了。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想要向他学习，然后就去听他历年的作品这样，然后就也是听他的第一首歌曲嘛。然后就觉得想把它学起来。对，米莎老师有来过一次，他不想来了。哪有？这么低俗的节目啊！怎么会？他遇到我都不会啊！不会啊，应该不是我问题。那还好，这节目有你撑着。应该问题。唔點話啥問題啊？就唔點。去年。前年自己有会不顺吗？我不是那种一件事情超级不顺，我是那种很多件事情，然后就都衰的这样，琐碎小事，对琐碎小事，但是是连着的那一种。哦，那还好啦。可是那真的就是无伤大雅吧？那这没有有出茶风，出茶风，对，那不是小事，它是真的是会就是让我觉得好像是运势，就是感觉是那一阵子比较低迷，
譬如讲，就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演出，然后哪个朋友就老奶公说，哦，今天有一个人会来看你，但是他最近就是怪怪的，就是运势感觉不太好，然后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衰衰的，对，就是你今天要表演，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跟他走太近。然后我想说，这个人也太，他是喜欢你吧？那个人叫林冠群吗？不是哈。我想说，就因为这样，然后不跟他讲话，也不谢谢他来看我，就有点奇怪，对。然后我就也没有想很多，然后他来了，我就跟他说，跟他打招呼啊，然后他就说，你这把吉他是新的，我说对啊，然后我就借他看这样，然后演出演一演，然后就这样一弹，然后那个弦就直接断掉。然后我演出这么久，我的弦从来没有在，因为我演出前都会换弦，所以我新弦就断掉。对，我从来没有在演出的时候断过弦。真的很带赛哎，还蛮带赛的。然后呢，然后结果我就在那一个礼拜就是走在路上，然后我最近很喜欢穿那种就是很宽很长的那种裤子嘛，然后上面穿很紧这样，对，就是有点类似，对，就像这个懂 fashion SPA 在穿的这条裤子，对，很好看这样。我都要去马杀鸡了，帅。后来赚了啦。罗哥果然有经验，有帅，架势十足。对，我走过秀我知道。我走过2次2、3次。哇，太厉害了，超模。对。然后嘞，讲回来对，然后就走在路上，然后我就用一个腰封，然后把那个裤子就是定住这样，然后就走在路上，那个腰封就啪就断掉，然后我的整件裤子掉下来。这种经验我有过啊，蹲下来就断掉。而且是裤子整个掉，而且是直接就是直接掉到这里这样。好可惜啊！然后结果就是再过一天吧，我就也是走在路上，然后我要过那个斑马线的时候，然后就一台车航过了，然后他的那个后照镜就这样直接把我的那个左手这样打到 OK，然后就这样。然后我要叫他的时候，他就超快，然后就跑掉了，对，肇事逃逸。你还连续接连不断共益了，都会 say 个事情，就是都在1个礼拜内。然后那个我们会讲说勾晕啊，黑妹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我后来就有问那个人说，你最近还好吗？听说你怎么样？然后他就说，他们家办丧事。然后他好像也走不太出来，然后就一直比如说怎么去夜店啊，然后干嘛，然后就是很气很浊这样子，然后我就摔倒，很低运，对，然后有点煞到的感觉，就有点被他害到。所以有一些衰朋友就不要跟他们在一起，没有会被带衰不是吗？所以我们要常常跟一些那种阳气很旺的。所以我们这一群。所以现在有一股污浊的气流是这样。所以你没看我离那么远，我不敢靠过去的。这样的问题，掐形上，对。你常讲台湾人讲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是真的哦。你现在只是把看得到的那个颜色换成气场，所以有些时间你常讲，有些时候尤其你刚才讲那个是预兆。预兆，我们讲这是个什么不好的预兆？因为你像他这个琴，如果就像人家在弹，你为什么从来没有断过？在那个时候突然间团体，该头拜来讲就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所以你会发现，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段时间呢，不过你刚好大张年的巴斯某空中给他巴斯度去年应该前年这2年这2年应该算是今年跟去年这2年里头运势上面来说比较有影响。不过新的1年以后，你的运又会改观，会变更好，所以这个倒不用太担心，因为有时候那是刚好一个过渡期啦。我们常讲，这个8字的运你8字的运就冲嘛你冲股票用有些姐是会喊国嘛，有些会喊哈了，所以只是说我们如果那些底的时间运势狗的时间而尽量把握。对，运势低的时候有些人就是稍微守成，对你不要太不要太过又想要再去冲，至于你的朋友这样讲，就
至于说他说家里头有那个会不会一定会影响旁边人，这个是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我常常讲，除非我跟他的他那个是比如说是很亲的亲人，那你跟他的那个往生的亲人那个就是对不上眼，就是八字不合啦。除非有这种情况。因为我遇过一个比较特殊，就有只什么哈，嗰時係冇加出去，佢來簽啊，叫奇怪係我搞幾張寫來都冇結果啊，唔點樣嚇，其他人講因為我出嘅問題，我講你係咪懂寫字嘅？媽媽是個寫嘅，佢嘅困難，叫你要點咯嚇，因為你媽媽你下多啲下。因為你是最小的女兒，你最 C 的，還保護着她，到現在她還在保護着你所以大家 C 來那個手伸過去呢，他媽媽就在旁邊呢，然後每一個男生他幾公他就突然講，他說對每個男生只要跟他稍微呢親近一點點，每個都會覺得不舒服，所以最後都跟他分手。親近一點，他媽媽還在旁邊看。對啊，黑暗用係啊，不過我來講，來講下，老家媽媽講，係啊，你冇得講要先不用下來嘛。你來講然後阿媽講講捱啲下都已經結到衰嚟，係嘛？經常來講嘛，然後結婚成4年，捱你都本來繼續我來溝通啦，溝通完之後，大概8個月後。她交了一個男朋友，1年多以後她就結婚了。所以有時候人的運是這樣子所以除非他真的那個長輩跟你對不上眼，除非啦，要不然10之8九，這個不會影響那麼多，所以心裡不要太擔心。而且謝老師也講了，你這1、2年是稍微不順，但明年過後看了一下，明年就哇就忘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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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擔心。對，我們好運的要並在一起，我們不要跟那邊的。我們3個是好運的，好運組。好了，謝謝。接下來我們的魔王，不是大魔王，壓軸，齊集位帶來何堂的歌曲所有的觀眾朋友或者是現場的朋友如果你剛好有一個大的一個案子，可是有很多競爭者的時候，我建議你一個方式準備一個容器，隨便哪一種容器都可以，你就記得裝你自己的。日出日落有一天，那愛的個心比從本日要加一點，那比唔過嘅就唔厭，就講一行的比愛較透前，夜夜夜夜有一年，那愛的個心比去年要加一點，那比唔過嘅就唔厭，就等於吩咐那一定行到透前。愛做一個 Superman， 係你心中嘅太陽神。雖然兩下愛目前有落線，沒想愛當你必定你嘅身邊，為你胸腔嘅一片天。日出日落有一天，我愛你嘅心比從本日要加一點，愛比唔過也就唔厭，就講你行到比愛較透前，夜夜夜夜有一年，我愛你嘅心比去年要加一點，愛比唔過也就唔厭，就等於吩咐我一定行到透前。愛做一個 Superman， 係你心中嘅太陽神。雖然兩下愛目前有落線，沒想愛當你必定你嘅身邊。愛做一個 Superman， 係你心中嘅太陽神。雖然能敗嘅事情冇得選，也會當你必定你嘅身邊，為着愛你嘅一片天，做你永遠嘅 Superman。
啊，苏妹妹，自肥啊！冲去给他狗哎，唱自己的歌。没啦，制作单位讲，你当叫我唱一下创意。就这个歌还是这他来唱最有特色，谢谢，最有味道。这里好像每一个人差不多90%都唱过哎，真的哈，真的，然后都没有很高分。评审是你是不是？不能过你那。没有。对。我来去年最大的就比较大的遗憾，就是讲啊，本代喺讲爱啲日本的广岛开演唱会。哇，真那改广岛，广岛，你是要去投广岛？没有，广岛就是开演唱会。对啊，因为广岛那边的台湾协会就是，因为之前做韩国节目的时间 ，Higo Gavi， 然后那边的他们的叫市政厅非常非常喜欢我，因为我在那边有唱歌，唱哈嘎狗，他就觉得怎么这么厉害，他就想说。给他们办了一个台湾周，有两 TV， 就是我等于是第一个要过去唱歌的台湾歌手。哇，这很大的殊荣。对啊，本来好像也没办法演，疫情，对疫情，看今年有 TV， 希望，因为日本的朋友们有看的，那节目，有，こんにちは，嘿，还有こんばんは，你怎么不请我啊？没关系，我按规呢，我们请他当特别来宾，我们请罗哥包机带我们去玩，好不好？后来跟我是郭台铭的时候有罗台铭就可以。你现在就是，我讲的那个因为我工作很多年呢，其实我这个我自认为我非常非常的努力，来经营东大表。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努力的一位艺人，超级努力，超级真的。我最我接有常时早晨去工作都我也在电台嘛，对，接着他，对我在凌晨1点钟，每一个 live 呢 ，Pop Radio， 对啊，每一我含其他时间我就主持他都，有一年我就主持演唱会，来讲呢，我的小就很大的演唱会，几乎都是商演啊，对，叫主持啊，青岛呢。你要从演唱会懂 TP， 他算是很多一线的歌手哦，跟迪要主持你懂中也有没有？你旁边一听有这样现场的 FD， 配合着你，一直跟你讲说，我现在有什么状况？跟你懂 TP， 就是讲你要从演唱会扣呢，因为主办单位老赞助单位可能有一些状况，沟通不良。我接书都会讲，这位哥，你等一下等一下要主持的时候，你只有3个问题可以问。第一种问题问好，第二个问题当过歌手你知道吗？第二个问题，讲近况。第三个问题，接下来有什么规划？比如讲而且那天的歌手大概有8位，几乎是一线。然后你只能问这3个，糖豆汉呢？那我就一定要照规矩来，因为他们要录影，还要直播，还要干嘛？就是时间掐得很紧。对，那我当然就是 follow 那个 FD 嘛，跟 FD 还好朋友，还好朋友，还是懂心意嘛。比如讲，我说可是。要不要多问什么？他说不要，你就问这3个，你就问这3个。我说顺利周说了嘛，周说保媒，我就想讲奇怪，为什么我经纪人接收到的讯息就是主办单位觉得对我很不爽？因为他们开会在检讨我说为什么主持人一直只问一样3个问题。边中央问题就错嘞。我旁边后朋友 FD 佢都冇幫我，比如講我不知道，我都覺得他沒有做功課。嘛該啊，協調師嘛。我唔啲啊，我報名要蠻低，所以離職的員工報名沒我後朋友，雖然我人緣也很好，他就跟我說，這個其實你不要難過，因為這件事情其實我蠻難過的。當然啦，我會覺得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場合，對，然後他覺得好像我搞砸了，對，然後我就覺得不是你們一直跟我講，而且我要問別，他還說不要，你千萬不要問，這樣子人家贊助方就會生氣什麼的。而且你主持的經歷，你要很豐富，對，而且現場我要看歌，有些歌手一般以上來全部應審，對，他們就是台下我會先講嘛，羅哥不好意思，我們今天只問3個，他說沒問題，這樣子。事後他還跟我說你被黑了。沒有，我說看，來接叫讀案的，譬如講看那個認識的人，要識人不清啊，真的要看清楚。還有一種，所以我以前也唱過羅哥迪嘛，以前唱民歌的時候，駐唱的時候嘛，我有懂得唱。我很多場子，因為我表現很好，然後有時候新的同學對，因為新的，譬如說新的條稿會講，
所以跟你来啊，你琴嘛啥嘛啥哈，你前面来听新颖，我就帮他找歌手，哇，真的很认真哦。然后有些人会，譬如说新歌手，他就会说，这首歌我都没有唱，我好可怜，可以带我去吗？我可以很安心当然，他只要一说，我就说好，帮你，我帮你。然后最后你知道怎样吗？然后我就没有搬，我就被踢掉，因为老板说，因为那个他说他可以很便宜，他比你大概少一半的价钱啊，不好意思，我们就是景气不好，你就不要来了。老板跟那个歌手都有问题，不知道可是真的，我这样听了，我真的很想骂脏话。但是我都很努力啦，我爱吃豆，譬如讲我扛饮高矮，就会讲，不管怎么样，那都是你的功课。你还要你还是要笑笑的面对这些事情，不然怎么办？你不能因为这样你就在那边打盘灾啊，不知道自己，所以我还是会很努力，然后跟大家讲说，我其实也是会有贵人呐。你还是有一些什么开运的法宝有贵人有法宝。伟如谢谢。我刚跟陈伟如对到，他又穿黄色红袈裟，哎呦，拿着 DK 片，来懂干金曲歌王我也有那个紫水晶，有时候还会上东东，朋友就送来，给讲紫水晶，你可以稳定我的情绪。有场是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要问老师。我有时候会放在枕头下，让我好好睡觉。放在枕头下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没有枕头很厚啊，软软的，我不会，这还好啦，可以自己摸没关系。2颗的话就是要开玩笑。然后很多古时代不是2颗老爷。老爷的这个是很特别，我要谢谢彩华姐，彩华姐给你拿收的吗？可以，我等下再消磁就好了。Q， 我今天被消磁好几次哦。去年疫情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嘛，不是有那个妈祖绕境，彩华姐可以弄给我她送我的压轿金，哇，带身边，东圣蒙彩华姐，彩华姐真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她人真的很好，里面给了送来见梦，然后她就说，她有出唱片吗？没有，因为那个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我认识，所以他也算是贵人呐。你看他会帮你，他说：“陈伟，我刚去那个，你要不要？”他拿给我经纪人说要给我这样，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一直留着。是，彩华姐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女人，对，每天抄心经呢，有每天写心经，然后不管任何的机会，她都把握住，对，而且她会帮别人，她会帮别人，真的，您懂我。这个我就带着这些啊，当然也一样是带尾戒，我都想说。要是防一下小人，但是你要太小，可能也防不了。你要戴钻戒是不是？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小人？嘿啊，掐紧张是，因为讲小人其实你润哈，该写他模安后而且有时候其实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为什么哈？人家讲以利他扣的很你的小人啊，你不要去理他，你也不要去反弹。好，有些时间哈，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搞不好下次帮你忙的就是他。真的吗？敌人变朋友，所以那个 FD 后来是帮你。他后来就每次都对我很不好意思，就是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知道，对，但你没有把我都不会，我也没有戳破他，他还来安慰我，他说：“我觉得他们怎么那么过分什么？”其实我都知道，但我都没有戳破他，我完全没有戳破他。然后我们还是会碰得到，然后他对我都非常客气。然后其实我就像彩华姐这个刻在你心的名字，也是他去帮我提案，说来上我节目做1整个礼拜。对啊，是。那像这种比如说幸运的一些东西啊，比如刚才讲说这些东西其实对你都有帮助。那只是说一般观众朋友，如果你带身上的一些这些东西的话，比如有分成2种。第一种像压轿金这种是没有特别的形象的东西哈，它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禁忌。比如说我可能我放在这个客厅，放在哪里都比较没有禁忌哈。可是另外，如果观众朋友你带的这个幸运的物呢，如果是像比如说有雕刻形象的神像的，观世音菩萨啦或什么啊，有一种比如说它可能是也许是一样是玉啦之类的东西，可是它有可能是比如说跟个什么福啊寿啊什么之类的，那个不是形象的都没关系，不是神像的都没关系。但如果神像你要稍微记一下，就比如我进厕所的时候，你不要就大拉拉的挂在外面比如我洗澡的时候，我不能因为有人习惯不脱。唔白起來，冇脱咧。係啊，你講你細心一天要來白下了。還有你有結婚有男女朋友做那個的時候，不要帶到房間裡頭去。
因为看你，神明在看，因为你可能会忘记。我真的有时候，老师有时候太急了，太急，对，有时候衣服都没脱。好，老师来摸一下。像老师说有形体嘛，譬如讲貔貅嘞，你送那个貔貅，这种也是有形。貔貅是招财啊，对，貔貅招财。那不过一般动物形象的比较没有影响哦，主要是神像，因为以前说神明六根清净嘛，那你想，你哈不开迄个不用该做神作有嘛哈，啲迄个拜是做唔得哈，比如16歲以上，60歲以下人，好冇適合，好所以嘅神明作嘅後輩嘅計嘅，給健康下。係啊，因為你那個你要想，跟年輕人哈，這個正在旺盛的時候，你老是在神明桌後面那個房間，那個其實有點影響這個神明的清修所以其實一般來說，它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啊，你要稍微注意。還有一張哈，如果我現在接所有的觀眾朋友或者是現場的朋友哈，如果你有剛好有一個大的一個案子，可是有很多競爭者的時候，很多競爭者，我建議你一個方式準備一個容器。隨便哪一種容器都可以，你就記得裝你自己的尿液裝自己的尿液，超過500cc 以上那要累積幾天？沒關係，放在你房間門，自己睡覺的房間門，那個門打開有沒有？靠牆壁的地方，就在門板跟牆壁中間放在，比如這個是牆壁啊，這個是門板，它靠過來，我就放在這個中間放在那邊如果你怕說我的那個桶子比較圓會倒下來，你就加一個垃圾桶或什麼放進去，它卡着它就不會倒下來這個呢，對你防小人，還事先預防或事後事後的一些調整化解都有用會擺幾舊但是會臭臭的一直擺着嗎？其實不會，500cc要蓋蓋子嗎？要蓋蓋子，蓋蓋子才會有味道。一張禮拜。你不用喊一你是摸挺筒，大張煙，來聞。比如講，這個案子如果說他已經有一點影響了，可是有可能2個月、3個月，甚至我有遇過打官司人家告我打官司給不用到以後，打官司你看就是我們藝人朋友啦，有時候常常就直接問，他說怎麼辦？這個禮拜要打官司不用下去，他唔信咧，信天主教、基督教啦，他唔信咧，不用下去4月以後給他打電話，人講，東西好，這事就按你是模特，就給它是奇門遁甲的尿遁，所以就是尿遁法，所以1個禮拜要換一次，這樣沒有，因為其實是正常我放下去之後，如果我1個禮拜內以後能裝多少裝多少放下去以後，大概1個月換一次，1個月換一次，因為它有可能會蒸發或什麼的，而且我跟你講不能倒掉對，你要一直疊加，你要把它拿來喝，那是尿療法的一種，尿療法不是隨便誰的尿都可以喝，應該是吧？那照羅哥的邏輯，如果放一些桃花也可以招桃花真的放錢就會招錢了嘛，可以，不要亂講，尿遁法，謝謝真的很有用，可以試試看。OK 唐尤清楚了然後 Coco 明老師有沒有建議？這位老師的命盤很有趣，因為你本身是月雙魚加上金水瓶，所以應該有一些朋友或有一些你自己就有意識到你的藝術鑑賞力非常的獨樹一格，非常特別，而且通常你在有情緒跟感受的時候，創造力是最強烈的時候，而且你還有個特徵，可能跟你剛剛呼應的某一些你在職場或遇到的這個小人特質有關，因為你的金水瓶還有月雙魚特質有個狀況，就是他們很容易跟人家共感，而且他們很容易，就是他會覺得為弱勢發聲，或者覺得對方很可憐，他會有那種很強烈的共鳴性的感受。那這個特質再加上，因為你本身在我們占星有一個命盤是 T-Degree 的相位，那加上你的7宮宮頭有冥王，是處女又是冥王星，所以你要特別注意的小人問題，可能是來自於細節處的疏忽。這疏忽可能不一定是你的問題，可能是工作的環節或是怎樣，那就造成了別人誤會你，或別人應該說這樣應該怎麼做，可是他就剛好卡了一個螺絲，就整個都亂掉了。所以這時候就要特別注意，就因為這個疏忽造成的雞蛋裡挑骨頭，如果別人對你有一些情緒的話，就容易會造成有剛剛說的小人的症狀。他對你有情緒的話，對，然後在
今年的就2022年呢，在工作上要特别注意，就是工作资源上分配的问题。那基本上金钱和收益上会有不错的表现。那有一些事情，也许一开始看起来好像没有成果，但是你只要坚持下去，通常都会有成果。没问题。对，大家就这样。哇，谢谢真的好棒！对，坚持好像也是我的能力之一。是啊，他就再继续坚持下去。就是好吧？哎呀，他刚有安强的精神啊，对，而且你那么认真的。谢谢。不过你要扛起了，嘿，明眼突清后。谢谢老师，我觉得上天一定会一直眷顾你。我会一直努力啦。对，大家一起努力，大家都一起努力，然后希望今年都很好，嘿，好不好？开始给他督清后。谢谢。我们把坏运留在过去，来还给我，你还记得啊？我都拿得好顺手，好热。哎呦，今天真的是受益良多啊，收获满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老师，真的好棒，谢谢老师，谢谢。那你的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我觉得应该今天看我们节目的真的是，今年一定大发，嘿，正给现场的朋友一定大发，对，我们乐队老师也会大发，大家都发，我们工作同仁们大家也会大发哈，发，家里记得把自己的尿哈装在那个放在门口，有什么问题就放在哪一间这样。对，好。看睇精彩又丰富的开运方法，相信大家一定都學識到當多。稍後來先休息一下，向下來欣賞精彩嘅鬧熱音樂會哦。客家人遍布全世界，对，连印度都有一个客家村。我听说的。印度，我朋友去印度，然后去拜访客家村，那里就会说印度话跟客家话，真的。那些客家人会跳印度舞，应该会吧？可能也融合印度舞加客家大戏。闹热音樂會係鄉親朋友啊哈，今日按有唱到嘅比類別啦，係來自新竹關係嘅客家歌手嘅先生代表。佢不得了，對，我講人非常欣賞佢哦。佢唔單止喺唱歌好聽，佢還親自創作，得到去年嘅客家流行音樂大賽嘅3獎，還有作詞人獎。佢根本係要帶來佢清新嘅華語嘅單曲來，然後大家分享哦。唔止一件係金曲歌手嘅，還要欣賞佢，安尼表示佢特別不得了，不得了，真勁清好。來，夾夾落分享佢，分享孔令生入演。好嘞，彈開啦。早睡去，再早早起床梳洗，偶尔夜半时刻清醒，失眠到天明。算算今天发几次脾气，哼哼心中的旋律，丢掉几句明天就会失忆的自言自语。还没有被讨厌的勇气，现实中的委屈该怎么忘记？好吗？一切关机，为自己唱首摇篮曲，许愿好梦降临543而已，不安都会平息，夜晚总会过去，太阳点亮勇气，陪着你，陪着你，不安都会平息，夜晚总会过去，太阳点亮勇气，陪着你，陪着你啊。习惯翻来翻去，睡不着就先数星星，说好了谁间的焦虑不放进明天行事里，不安都会平息，夜晚总会过去，太阳点亮勇气，
晚都会平息，夜晚就要过去，要养成全勇气，陪着你，陪着你，把天成的香气背在床前日记，在我的镜子里看见了最喜欢的自己。叶颖你好，哇，好棒哦！谢谢，好疗愈的一首歌，好，听起来好舒服，而且好悠游自在的感觉。给他赏些美黑，在房间里面就是跟自己独处、跟自己对话的那种感觉。我看你那个最后一句就是看见喜欢的自己，就表示说这个人是蛮有自恋狂的。疗愈自己完以后，就觉得我好像要重新喜欢上自己的感觉，又觉得自己很棒了，这样子就表示说对自己非常有自信。不过看你唱歌真的，我刚刚听起来真的，以现在这个时间算中午时间，我们录影时间，然后你就可以表现得这么的完整，然后还是早上6点就起来开嗓，5点，基本上其实已经零缺点的啦，我觉得真的口气方面或者是整个音准，属于行动 CD 派的，对，很厉害呀。你带哪位？我是新竹的客家人，关系，不会讲吗？现在比较没有讲那么好了，我要重新把它给找回来。小时候在跟阿公阿婆一起住的，对，小时候，但长大就到了就是来城市念书，就少了很多这样的机会。就是暑假时期回去阿公阿婆这样子，然后就给阿公阿婆喂很胖这样。对，阿公阿婆不疼你，回台北再瘦回来，不疼他好瘦。这首歌叫什么？自己的房间。自己的房间。这张专辑刚刚前面那个就是把这是房间的空间音，对，就把声音都收进来。很像那个韦礼安，他上一张专辑就是这样子，就把他。你说跟你很像那一位是不是？对，他是有化妆的韦礼安嘛，罗斯峰，我是没有化妆的韦礼安。不是整形前整形后就好，也差不多了。对，不要糟蹋他。对，没有，我是糟蹋你，糟蹋我，开玩笑啦。对不起，回到他的房间里，对，就觉得说，因为房间其实就是一个，就是给我们修复的空间，然后就是又给我们能量，然后我们每天从这里开始，从这里结束，然后疫情又在家里待这么久，就觉得跟房间更有一个很有感情的感觉，然后在这里面可以就是整理很多自己的事情，一个连接感，对，然后重新找回力量，然后再出发。那你还不错，因为你还有这个创意的一些想法。有一些人他关在房间里面，他2个月他疯了呢，对，他是疯掉了。是啊，对，没办法出去，怕自己疯，所以赶快写一张专辑。对，自己的房间，赶快让自己那个灵感爆发的时期，对，赶快写出来。然后还在镜子里面看到喜欢的自己，喜欢的自己，没有啦，应该还要做很多事情啊，例如说作品出来啊，我们现在有线上可以讨论嘛，虽然没有办法可以见面，但可以线上讨论。主持这个节目让我真的看到，然后制作人发掘到很多在客家界新的声音，新的很棒的一些新的生命。对，这也让我感受到，真的，我觉得不一样的客家力量出来了，是很棒所以尤其是金曲奖，虽然很多人不见得认同说把这个语言分成。就是分类语言的奖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把语言这样分成，所以才能创造出我们客家界更多的这个好的声音、好的作品出来。没错，更多的鼓励。当然也希望你这一次单曲。这个其实会伴随着我今年要发行的新专辑一起出来，然后我今天就来这里做个暖身，唱给大家听。对，所以是等于母语专辑里面有加几首华语歌。我这一次的不是发母语专辑，这次是华语的专辑。但是母语专辑也是我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也是我接下来会想要做的。暗号的上演唱客家歌一听，
哦，不得了！你等他糖就跌，真的吗？很厉害。哎呦，会不会唱得起来又起鸡母？会，好吧。带来一首。下一首叫做《风筝远行》，然后客家话叫做“子悠的鼻燕燕”。子悠的鼻燕燕，不会啊。子悠的鼻燕燕，鼻燕燕，鼻燕燕。来，躺开了哈，好了。愛嘅面容，要從你嘅面膜，愛律動你嘅head，愛身體嘅嘢，延長愛掉嘅連結，침함대로 수색행이離開嘅你，無法度主動สู่紅鴨定嘅自由會斷線。飄啊飄過了宿命啊，有天發一片，終於跳那麼怕怕。痛啊痛過了無天，人生嘅不公渺細實接送來也在當作最強嘅路數讓愛斷結。面愛嘅面容，要從你嘅面膜，愛流動你嘅眼，愛身體嘅嘢，延長愛掉嘅連結，침한 대로 수색행이離開嘅你。主動สู่紅鴨定嘅自由會斷線，飄啊飄過了無糖啊，你嘅字很差，很聽你嘅片，痛啊痛過了歲月，等夜空出來牽着我嘅跳躍。自由的一朵山跳嘅一片。全部嘅掉夜光達成，你滿條嘅世界向你東道邊。有一個阿婆嘅聲音嗎？哎呀，阿婆的嗓音留花臂，不是我的阿婆，是別人的阿婆，因為我阿婆已經不在了。哦，對，你借用別人的阿婆，來懷念他。哦，兩邊下文阿公阿婆，他對故鄉的一些回憶，對，的歌曲，就是這個歌詞都是我小時候長大的發生的看到的場景，這樣。哦，難怪剛剛比較有點
狂野一点，稍微狂野，但是你后面那个收敛又收得很好。这个创作客家歌曲是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种想法？其实因为我其实写歌已经一段时间了，然后也是这几年，反正很好玩。一开始是我的堂哥，他就有一天传简讯就问我说：“莹莹，你什么时候要写客家歌啊？”然后结果我就觉得他很可爱，我就说：“哦，我不会写，我只会唱那个客家天空啊，落水啊。”我就说：“我下次唱给你听。”这样。然后结果我就把这个截图就放到我 IG， 然后就没想到我有在接客家案的朋友看到，就说：“啊，你是客家人，那你来帮我们唱录音好不好？录个 demo 什么的。”结果我就开始，然后就越唱越觉得很好玩。我想说，我这么喜欢写歌，那我为什么不来写写看我的母语？所以就开始，然后看到了流行音乐大赛，我就想说，那我来写歌，来参加比赛看看。然后也很幸运的有得到，这首歌有得到了去年的第3名跟最佳作词，所以就开启了一个客家的创作之路。然后又觉得感觉很棒，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那我未来我还会想要继续写下去。对，获得肯定了，而且也获得很多关注。是，那像你们那种创作歌手来讲，对写客家歌跟写一首华语歌曲的差异线在哪里？你会不会觉得客家歌好像比较在发音上面好像可以比较多元或者什么？其实会耶，因为很多发出来的感觉是韵脚什么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跟写就是华语的逻辑也不太一样。然后有一些可能比较通俗或俚语的，有一些我可能要问爸爸，或者是客语老师等等。对，看他正确的用词。所以你爸爸还会讲，对不对？我爸爸很会讲啊，他就从小在客家庄长大。但在家里比较少讲，这样。对啊，跟我们就比较少。是不一定啊。像我有时候我也是后来都上来台北，我还好是主持客家电视台，要不然我也没我跌枪枪的。啊，救猛攻我跌枪枪啊。不会哦。对啊，就像我的英文已经就跌光光了。不要再讲英文了，根本就没有英文这回事。没有啊，没有，会慢慢把它给找回来。对，假以时日。是。那这首歌是什么？自己也会比枪枪。鼻燕燕，这个创作灵感是来自哪里？其实除了说我小时候看到的景象，然后风筝其实是把我的思念寄托在这个风筝上，觉得说他去到了山的另一边，他飞过了田野，然后飞到了哪里，然后为什么黄昏的时候鸟都知道要回家，然后你怎么就不回来了？但是不论你去到哪里，它线断掉了。对，那不论你去哪里，我都很想念你，跟很祝福你。另外一个想法可能就是风筝会飞到你想念的人那里去。是。就好像我们放那个天灯的意思。对啊，而且他可能是去看到更好的世界。对，我小时候也常常在乡下，因为比较空旷嘛，所以然后就会放风筝。然后我记得有一次那个高速公路刚开好，还没开放。哇！我家刚好就是在高速公路旁边。好久以前的感觉。对，大概民国10大建设嘛，70年左右。OK， 好的。然后就有人那个风筝的线有没有？他可能飞，然后就掉下去。掉下去我不知道，我还骑脚踏车，就这样骑过去，然后就整个就被绳子割到脖子。就整个一条。天哪！还好。要不然我现在可能还好客家人刚讲，刚讲，要不然我现在搞不好唱歌唱得更好听。是吗？有重整过这样？好危险哦！真的蛮危险的。对啊，有点危险。不过现在说那风筝的，哇，好多变哦，什么哇，这个大型的有的没有了，这太多变了。对啊，就像你的歌曲一样。对啊，我们客家还蛮多写风筝的这种，都是思念、寄予思念之情这样子的歌。对啊，好，那这首歌唱完了，然后听说你今天有邀请好朋友，神秘嘉宾，好朋友，好朋友，是好像来自香港的，没错，好朋友，真的是这样吗？不知道，小心睇級有没有？我们去香港，我只会扑街啊，其他不会。我们去香港那个转机的时候，不是都要经那个小心睇級有没有？我最会只记得这一句。香港来的创作朋友。
来创作好朋友，香港的朋友是的，香港其实也有些许的客家人。在新界那一些部分，客家人遍布全世界哦，对，连印度都有一个客家村哦，我听说的。印度，我朋友去印度，然后去拜访客家村，那里就会说印度话跟客家话，真的。是移民过去的吗？好像原本就是很久就都在那里移民过去的，对，就有可能像汤雨欣老师他们家很久以前的那个上一代就移民过去。我跟你讲，其实世界各地经过统计，客家人呢，客家人的比例占据大概有快2亿人口。哇！闽南人呢？闽南人像我们讲的所谓的台湾人，有没有？他占据只有9000多万。哇塞 ，win win！ 对啊，其实客家人的比例比闽南人还高哎，真的是啊，因为广东一带那个很多客家人嘛，然后他也是四处到世界各地去发展。对啊，印度对。印度的客家人好酷哦！听说朋友有去过那些客家人会跳印度舞吗？应该会吧，可能也融合印度舞加客家大戏一样。哇，对，这个香港的这个朋友，能够来上我们的节目也是我们的光荣哦。对啊，我觉得邀请他来会很有趣。我今天有教他唱客家歌词的部分，所以他会带来广东话跟客家歌词的部分。真的迫不及待，邀请他来。这位朋友叫什么名字？李十一，还有李 11，李11，我叫罗12，好来。我很努力去学国语啦，而且我感冒的话，我一定会用。吃，我还要帮他接梗哎，我很开心，我说是你好开心，哎呀，真的。天堂，心胸如嘅安全嘅所在，冇烦恼，唔會先吵。咱條是已經都足夠，咱要牽住胸看共假日，龍搭來見一路過。一拜拜心痛，waiting for the sound, flying to the sea, wiping all my fears, safely lie in my dream, oh drea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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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匆匆總已蘇，心感到嘅歌，本所有嘅祝福。搞不明嘅喜悅，夜夜啦啦啦啦啦。火與勇氣將暗角照亮，不敢假想，將永遠照樣前望去，別再回頭。你觸攻破雲天嘅苦痛。快出一縷嚴強嘅法律，也是在用下去去。下一個夢想，下一個行走。Wiping all my fears, safely lying in my dream, oh dream,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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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嘅祝福，交半暝嘅使用，經驗哒哒哒哒哒。哇哦！哇！这可以称为天作之合吧？那怎样要送作堆吗？也是不错啊，才子佳人，没有人家已经结婚了，在台湾就好，好吗？那么想不开，那么早就结婚了。你好，香港的创作朋友，是，我是11，对，11是这表示你们家有生了10几个小孩子，然后你本来好像是这样想的，但最后没有。就没有，就我跟我弟弟啦。哦，11是艺名吗？还是对，没错，艺名啊，不是真的，就是11的意思。对，表示他是可以24小时的，就是 7-11的。对，是的，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应该要有一个哥哥叫 Seven。对，你还蛮接到罗哥的梗，不错。香港人，我跟你讲，反应快的嘞，他们的很厉害，比我们还进步哎。当然，对啊，不管在音乐或者在整个影像上面，他是比我们台湾都进步很多的，这是真的。引领潮流也是，是，他们的资讯发达比我们还快，没错，是，对啊。不过他国语讲得很好，是啊，对，是来台湾几年了？我来差不多2年，然后你有什么广东腔啊？没有你看郭富城到现在已经40几年了，还是我系郭富城，我是，还是，而且我很努力去学国语啦，而且我感冒的话，我一定会用。吃，我还要帮他接梗哎，我很开心，是你好开心，真的，我真的每一次我就感冒一定要用吃，所以你看，我真的很感谢那个广告，要不然如果没有那个广告，很多真的像那种年轻朋友根本不认识我。对，这真的啊。还有上过那个携手的关系。也是，都是携手有看那携手那是后来，但是就在这20几年来，就是我03年拍的一个广告嘛，然后就一直播到现在啊。哇！所以03年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可能也才10几岁而已啊，搞不好毛都还没长齐嘞，对，那时候。两位是怎么样认识的？这音乐怎么样是碰触到的？其实我们就算是网友，然后因为我们都有在做音乐创作嘛，然后音乐制作等等的，所以就是会有一些交集，然后就有聊过，然后每次都说下次要来合作啊，然后想说要合作的话，不如我如果要来的话，就邀请11一起来好了，因为我觉得有这样的不同语言的碰撞，因为我这首歌就有英文，然后有就是我有中文版，其实在我这个新专辑里面会放一个中文版，然后又有客家话，如果他又加入粤语的话，我觉得哇，太丰富了，它就很丰富。然后这也是我觉得说语言其实是可以超越很多限制，它就是我们情感表达的最好的方式，最自然的方式。刚刚加那个粤语，我觉得也很棒对，好好听。很好听是你有听得出来啊？听得出来啊，我听不出来，有懂吗？是听不懂，但知道是粤语啊。对啊，这种语言上的这种音乐结合，真的是会产生很多不同的这种生命啊。语言好像是不同的载体一样，我觉得主要还是听音乐就可以感受那个音乐的力量。对。你来台湾2年啊，没有打算要回去了吗？没有打算了。像我这样讲会想要在这里强制久居，没有。所以其实现在很方便回去，也是就是也 OK 啊，40分钟就到了。算是因为疫情把我留下来了。对，我跟我的太太，我们是就是疫情开始之前就已经在台湾了。你是来读书还是来生活？来生活，对，就一直都很喜欢台湾跟台湾的音乐。算是短期居留还是长期？本来是短期，对，本来是短期，现在就住2年了这样。对，然后慢慢就发现，其实这个地方也真的很适合我们。然后台湾的朋友也对我们超好啊！其实真的超好。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真的。对呀，对，真的。所以住着就不想回去了。而且应该也回不去了。回不去的意思是说，香港真的太贵了。
生活上面太贵了，物价水准蛮高。我跟你讲，对，我们这边物价算很平稳了。所以我们真的身在台湾要知福，很幸福，要惜福，真的。然后我们就要能够造福的话，那当然是更好。对，当然。对，就像你们现在，你看2个很棒的音乐人这样结合在一起，碰撞出火花，然后就创造出很多很好听的这个音乐，就会造福很多人的耳朵啊。对啊，对啊。而且11还开始唱客家歌，对啊，会不会很有障碍？因为我来到台湾这边，除了国语，然后还要练台语的歌，现在客语，那接下来还要唱什么原住民？对，这样表示很好，大家都爱用你，对不对？对，没错。而且我觉得真的，其实那个语言啊，会让你有可能你听不懂，但你反而会更专心在音乐上面。对啊，所以其实我很喜欢唱就粤语以外的语言，我都很喜欢。真的很棒。对啊，好玩，真的。音乐的不设限，对啊，乐器等等都是。对，还有声音的那一种配置，是。好，希望2位的结合然后能够创造出更好的成绩。对。然后我们这一些客家乡亲朋友，真的要多多支持一下。对。这么棒的客家人你看那么优质，对啊，你是客家人吗？算广东也算客家人应该是四海之内都客家了，OK 的。四海之内都客家人对，多多支持我们这客家子弟，多多支持叶颖还有李11。对，那也希望你们的专辑明年能够在金曲奖或者是金鹰奖能够发光发亮。对，努力加油，先宝宝好好生出来发行，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现场的演出。怀孕了？不是啦，专辑宝宝。专辑宝宝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怀孕。怀孕还这么专辑啊？对，这个创作的人，这像我们歌手，每一次出的这一些音乐产品，就好像我们自己的小孩一样，真的就会特别一点一滴捏他长大。是。而且每一张音乐都想要做一些创新的突破，像我有加入一些世界音乐啊、电子音乐等等结合，对。然后未来还会有客语的歌越来越多的加进来，就是一直不停的去进步进化。是，希望客家有你们，然后能够更加的多彩多姿，好不好？真的，谢谢你们的今天的到来也介绍这么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听。那节目也到尾声了，好，那跟大家说再见。是，那当然我们节目是歌唱比赛节目，然后是服务乡亲的节目，所以还是希望很多乡亲朋友爱唱歌的夹来报名，打天八轮，报名，人叫6667人6人，还有传真天八人11777，半夜3米等台几个打天八轮。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因为呢还没有多谢2位非常伤的歌手，还有4爷，谢谢叶颖还有11，下次再来玩，专辑加油，好，什么小康欣赏，很勇敢去欣赏，谢谢小康老师、乐队老师，辛苦了。还有谢谢现场的公众艺人，辛苦嘞！下礼拜我唔记得，请到正式时间呢，老年大擂台，老年空下来，再见，拜拜，再见。风蒙蒙，日光照了窗，孤单雷风，也来向绽放，不愿意梦，电台记忆，江春如水。也不愿来改变层层的思念，也来向渐渐的也来向，半夜无半夜风，黑
情无永远。啊，岸边辜负花蕊恋春风，咿咿呀呀思念的爱，花落掉落的匆匆。有时的光亮，有时的眼前。爱爱你呀来向，来通宵你的眼眸。南风蒙蒙，夜光照了窗，孤单泪风，也来向绽放。夜梦，电台记过瘾，江村有水路。眼来改变，层层的思念，夜来香，渐渐的夜来香，半夜无半的风，爱情无永远。花蕊恋春风，咿咿呀呀思念你的爱，花落掉落的匆匆。有时的光亮，有时的眼前，爱爱你呀来向，来通宵你的眼眸。